上季費城76人足15場比賽先至贏到對波，第3場今季喺短短6日第3場比賽入邊已經攀平咗呢個成績。當中一定要提一提今季嘅新秀探花 VJ McCollum，戴志恒喺巴哈馬嗰班舊鄉里，話呢位務實嘅76人新星頑強嘅特質係基於佢童年時環境所造成，當年只能靠一個木箱同埋2條木條搭咗個臨時 DIY 籃框，同大過佢班鄉里赤腳打波。戴志恒 NBA 處子戰獨得34分，今日係球會新秀首場比賽歷嚟得分嘅最高紀錄，亦係聯盟自1959年張伯倫為費城勇士首場攞到43分以嚟首場比賽最高得分。佢同 Maxey 3場合共攞到嘅182分，亦係自1970至71年賽季開始有紀錄首發後衛以嚟任何球隊喺前3場比賽後衛合共得分最高嘅紀錄。76人喺主力 PG Jerry McKinnon 相繼倦勤之下，Joel Embiid喺第3場亦都養傷，教練 Nick Nurse 組成4位戰術，締造令人出乎意料嘅成績。戴志恒表現亦不負眾望，3場勝仗嘅場均分別係24.5分，以及37.5% 嘅3分命中率。問題係當 Embiid 同埋 Paul George 歸隊之後，喺分波方面嘅層面，可唔可以令各個大佬開心滿意？一度被譽為年度最佳新秀大熱嘅麥基，又會被點樣重新融入球隊入邊呢？想知道更加多 NBA 得意消息、股際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B Basic HK。